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再来到我们富强教会，跟大家来分享上帝的话语。我记得我上一次来是2年以前了，很快就过了2年。那么在2年以后，不知道有没有机会，不晓得了。感谢主，今天因为的是那个我们公报社的这种传道士文字事工的这个纪念主日，所以公报社他委托我来到我们当中，向我们弟兄姐妹来问候、请安，谢谢大家对公报社的这个支持。那么，到底公报社在做什么？公报社就是在发行这个文字。我们每一个礼拜都收到这个更新的刊物。我们知道这个更新的刊物，我们一份大概要10块钱，每一季都收到这个新眼光读经，1本要150块钱。还有我们收到那个台湾教会公报，1年要1800块钱。其他还有很多这些刊物。那么这些刊物呢，公报社完全免费送给每一个教会，每一个礼拜都寄出来，要人事费，要优惠，还有要很多这些费用。所以我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唯一的公报社在从事文字工作，我希望大家能够踊跃来支持，来支持。我们知道现代的人不大喜欢读书啦，所以那个书房一家一家的关起来。上个月那个成品关了2家，或者有时候在转型啦。听说公报社也开始要有一点转型，因为很少人要买书看书了。但是呢，我今天要特别介绍2本书，这2本书是我写的，不是说我特别要推荐。其实我写的这个书就是为了帮助教会，而且为了帮助公报社。所以这个书今天在这边义卖，2本500块，这个是200，这个300，这是足俗物件。为什么？就是为了要推广，让大家有机会来看文字。那么这一本叫做《教会年历和岁时节期》，我们每一年都有这个年历，基督教年历的这种循环。比如说从代降节、圣诞节这样再过来就是受难节、复活节等等这种循环这个节期。还有我们普通的这一种节庆，从春节啦，还有什么端午节啦，还有什么中秋节啦、父亲节、母亲节什么，在里面统统有。那么这个书就是为帮助传道人、长老、执事、同工能够了解这个节期，从基督教的这种眼光来看这些节期。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端午节，我们大家要吃粽子。为什么你要吃粽子？端午节跟我们的信仰有什么冲突？有什么意义？我在里面都有写到这些东西。所以这个是一本。另外一本就是帮助妇女团契，圣经中美丽的妇女可能当中有人已经有拿到了那么这里有2个图画我特别介绍，这2幅图画是我的外孙女在美国所画的，她有在纽约展览过，所以有价值的这个画让大家分享。那么今天来，这些所得都是归给公报社。那么我做一个注者，我会在
楼下来签名，让大家做纪念。我今年84岁了，虚岁了84了，可能没有多久了大家买一本回去做纪念，放在书里面做纪念纪念我好，谢谢大家了。这个要唤起大家来关心这个文字工作。那么我先讲2个小比喻这真实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去年去美国，在西雅图，我去美国，我常常会去逛基督教的这个书房，看看有什么新书，有什么新的著作。结果去年去了，所有的基督教书房全部关门。那么去到最后一间，贴出来广告，这一间店面营业到今天为止真的我看得非常的失望。美国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这些书房都守不住，而且通通关门这是一个觉得非常的这个遗憾那么第2件事情，我有一个经验很大的感触。有一天我去看眼科，那么当然这医生是未信者没有信主。那么他在书架那个等候区的这个书架里面有很多道教的，有佛教的因为有时间我顺便就拿起来看看。看到最后一页，就有人写着说地址得住了地址某某人敬印敬印，也欢迎有心人愿意再去印花来分给大家。换一句话说，他们愿意付出这些钱来印这些刊物，去发给大家去读，来宣扬他们的这个教义，宣扬他们的宗教。所以这样看起来，那个时候我的心中有一个非常大的一种感动。我从来可能有了，但是我从来没有看到说某某基督徒这本书是他印的，免费要供给大家来念，我很少看到。有了，我这本书有人奉献了奉献有了但是就是要给公报社这本书也有人奉献，但是这个奉献我是跟他去分享，我要出这个书，你要不要来帮我出这个印刷费，是这样而来的。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大家来承担一些那个为着公报社所发行这些文字施工，大家有一个负担我知道我们富强教会那个夏牧师第一场的时候，他有讲说教会要全力的支持这个工作所以先谢谢大家。那么我讲到这里，我就以下我要讲今天我要讲的这个题目这个题目就是何事为美何事为美？台语讲什么书是水啦何事为美？那么首先我要跟大家说一声抱歉，我的这个国语不很标准因为我国小4年级才念波波摩佛，4年级才念波波摩佛，所以痴痴实实我有时候搞不懂分别清楚了所以请大家原谅我这个台湾国语那么今天我们要谈这个何事为美，在我们这个很多的这个翻译台语是翻译何事为善何事为善，或是何事为好，这个都一样，在原文就是卡洛斯，都是善美好都是一样的这个意思那么今天我们念的这个传道书第2章，从第1节到第3节，里面在讲到这个传道书是什么人所写的，
我们如果从第1章来看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个耶路撒冷纣王大卫的儿子，再接下去就是传道者的话。那么在耶路撒冷纣王大卫的儿子是谁啊？所罗门。所以一般人来讲，传道书箴言是所罗门王所写的，但其实不见得是他所写的。有一个在下面有一个话叫做传道者，那么这传道者是谁？可能当时有很多这些拉比啦，或者这是有权势的人啦，或者是有学问的人啦，或是有一些有经历的人，他们这些人，他们从人生的经验当中，他们所得的这一种经历，他们的启示，就把他们集起来写成这个传道书或者是箴言这些书本。好，所以传道书或者是这个传道者，特别是在专门寻求智慧的价值跟人生的极限。传道书用一个主题叫做虚空，或者是空虚，或者是无有很多人对人生很多不了解，很多人对人生的这种经历觉得很空虚，所以这个写书的人他自己讲到说，我怎么样来追求人生的这种降福这种福气，然后呢来满足他的心愿，来满足他心里所希望所祈求的这一种满足感，所以他最后要用酒喝酒来满足，来麻醉自己，让自己忘掉一切的这种忧虑，这种忧愁。其实最后他觉得是空虚了，空虚。台湾的话有一句话说，酒乃该人忧愁，世间靠有自杀的理由啦，对不对所以最后他觉得很空虚，觉得人生只有吃吃喝喝，那个意义到底什么？那个价值到底什么？所以最后他为着自己立了一个标题，我要去追求人生何事为美。这个就是他这个传道者他的这个主张，他的希望，他的追求，以及他对人生的这种价值。各位弟兄姐妹，美是什么？美丽是什么？大家都可以知道美是一种内在的意识，大家可以知道，大家可以欣赏，大家可以称赞，大家可以了解什么是美。但是呢，美不只是内在，这种内在的思维必须要行于外在。我们知道世界上很多的这种美，比如说自然界的美丽最近大家都是报复性的旅游啦。那么报复性的旅游是什么？大家出去观光，去追求这个自然界的很多这种美来满足你心里面的空虚，来填补你这一段时间的这一种忧虑啦，这一种心里面的无助啦，要解放一下。那么美不只是自然的美，美还有艺术之美。我们知道艺术无价，而且呢，艺术我们大家都很会追求去看这些艺术的价值、艺术之美。还有呢，人们最喜欢要去追求叫做身体之美，身躯的水。哇，女生都很会打扮化妆
还有这个最近最夯的这一种这一种医学是什么？叫做什么学啊？哇，医美，为着给人制造那个最美的形象想睡啊你其实台语说水歹无得比啦，教育较参差啦，叫做情人眼里出西施啦有一对青年人在恋爱，那么这个女生稍微胖胖身材好像很健壮很胖那个男生他比较不拘小节，那青菜的随便很随便很浪漫那一种他们第一次开始约会，就在餐厅里面吃饭。人家把菜端来之后，那个男生就几十球就开始直下。那个女生看到他在吃看欢喜，也个感觉讲这个男生看安尼安尼吃个几十球安尼呢。但是为了追求爱，所以他们那一次约会就成功了那个女生跟男生讲：“我看到你的吃相真的是会引起我的食欲。哎呀，太棒了所以咱两个人结婚以后呢，天天欣赏你的吃我再跟你的吃我的体格可能会更好很欣赏他。说结婚了。经过不久，两个人开始就闹了这个男生就骂这位女生说：“我以前看你那西施，现在看你那一只猪。”就开始骂他女生开始骂男生：“我3餐在看你吃饭跟那个猪在吃饭都是一样的啦，因为你几十球受伤了所以这个过去是什么？看他好像西施，现在看好这只猪以前看那一缕花，现在看那苦瓜拢无同。那个美会改变，意思就会改变所以台湾话讲水歹无得比啦教育较参差有人远远看好像一朵花，但是近近看好像是像苦瓜。苦瓜你听有啦看一缕花近近看那苦瓜苦瓜就是扑来扑去安尼所以这个美真的是很难去下定论，或者是这个美是怎么样去很难去形容有的人从前面看会真水有人对后边看真水，有的对头前看讲了做碰到鬼安尼美就是各方面的角度看又不同。那么另外一种叫做灵性之美，大家听好灵性的水，灵性之美。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来谈灵性之美，就是这位作者所要追求的合适为美的这一种中心。那么我从圣经里面，从这个箴言，也是所罗门所写的，他所讲的话，把它收集起来，我给它归类，有4种我们在人生当中认为很美的事的4种。那么第一种呢，
叫做我来对我的大纲哦，要怎么样？要说好话，说好话。箴言第8章第6节说：“我要说极美的话，加税尾。”25章23节，一句良言，一句好话，哦，好像金苹果放在篮子里面。今天我们要学习，基督徒一定要会说好话。说什么好话？说造就的话，说鼓励人的话，说合其时的话，哦，时间跟话语能够配合一致。良言一句三冬暖，利人之言软如丝绵，伤人之语利如警刺吼，迄个刺皮安尼吼。古早人讲，水歹挂一边，讲话爱会甘甜；水歹挂一边，讲话爱甘甜。美丑放一边呢，说话要甘甜。所以这个讲话。今天因为我们第2场青少年比较多，我选择这个题目，我发现我们进来这一种年轻人在讲话的时候，好像对过去这种敬语敬物敬语尊重，或者是怎么样，就是好像对长辈话的态度好像已经慢慢很松弛，或者是改变，或者觉得说很没有礼貌。比如说，年轻一辈要向长辈讲话，你要坐着讲还是站起来讲？你坐咧讲，你是要徛咧讲？过去我们的长辈都教我们，你要站着向这些长辈讲。你们这里讲，还有呢，年轻人以前阮少年的时代，拢讲囡仔人有耳无喙，现在少年人是有耳阁有喙。大人讲一句话，他可以回3句话，当然这个时代不同，我们知道，但是呢，一个基督徒真的我们要尊重信仰，要会尊重长辈，我们讲话一定要很温存的讲话，有人说那个什么，重话柔说，大话不说，好话常说。我们要常常说这些好话，特别呢，在教会里面，彼此之间，常常因为这个说话来引起很大的这种误解，或者是引起一些风波。台语过去有一种说法，说台湾话3尖6角，3尖6角，角角伤人。说者无心，听者什么有意。所以我们常常在说话要很小心。愤怒的时候不要说话，生气的时候不要说话，或者慢一点再说，这样不会引起很多问题。各位弟兄姊妹，我当牧师已经在教会里面牧会跟信徒接触50多年的这种牧会历史，很多教会问题的发生就是从言语而出。
对吹出一言倾国，一言倾城，一言倾国，一言倾城。一句话讲了唔好，隆重把气氛破坏掉。所以孔子曾经说：“明智的人不失人，也不失语。”在教会里面，有位姐妹在这里唱歌。前面有2位弟兄坐在那边，一个就向隔壁的说：“唱那么难听，还敢在这里唱？”那位弟兄，对不起，她是我的太太他又转化了，我不是的，不是这个意思了。我说什么人做那些调，让他这么难唱唱不起来。对不起啊，那是我写的啦。讲过了，对讲过一样。有位先生很不会说话，所以他的太太要去跟人家social，去跟人家这个社交。有一天，他坐在2个人的这个旁边，他问这边说：“小姐，你结婚了没有？”还没有。等一下说，小姐，你有几个孩子啦？还没结婚，等一下问你有几个孩子啦？那个小姐说：“你废话。”讲了唔对，这么他在门隔壁。小姐，你有几个孩子啦？我有2个。请问你结婚了没有？你就讲美国，你精神病。很多时候我们讲话，有时候讲废话，当然要讲精神病的较少了很多讲这个废话。所以，什么叫做好话？好话希腊文叫做 eulogio， eu 就是好 ，logio 就是 logos 话。好话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常常在祝福，就是说好话。讲祝福就是讲好话。我们每一个礼拜来做礼拜，到最后牧师祝福，就是说好话给大家。我们要给人家祝福，就是说好话。对不对？讲祝福，绝对无讲歹话了。所以这里讲好话非常非常要紧。言为心声，一言不慎，身败名裂；一语不慎，全军覆灭。所以我们要说祝福的话。今天要让大家彼此和睦，大家能够造成一个美好的气氛、美好的环境。大家要彼此说祝福的话，说好话，但是不要虚伪，不要假冒为善，诚心从心里面给人家祝福。为什么？保罗说，我们要祝福。不要做主。当你向别人祝福的时候，你不能领受那个祝福，那个祝福要回到你的身上。当你要做主人家的时候，他不能受那个做主的时候，做主要归回在你的身上。所以要怎么样？要祝福，不要做主。特别我们这个长辈。对于这个下辈晚辈，或者对你的儿女孙，我们要常常说祝福的话，因为长辈的祝福带有威力，带有权威，带有上帝的权柄。圣经里面有这个例子对不对？那个雅各跟以扫在争他父亲的祝福的时候，
这个祝福被雅各夺去了。以扫非常不高兴，说：“爸爸，你还有没有什么祝福的话吗？”他说：“有了，还有祝福的话。”所以我们要很注意这一种讲话，说好话就是一种美，这种水。第二，要有好名声，好名声。箴言第22章1节，美名胜过发大财，美名好像高油，水的名会芳，水的名赢过发财。传道书第7章第1节，就是好像高油，好名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名声好，就是我们的资产，我们的资产。好名声胜过好美貌，因为名声代表其人，水名代表那个人。圣经曾经告诉我们说，如果你的名声不好，宁可没有名字，或者宁可改名字。圣经里面有很多改名字的故事。扫罗的名声就烂，扫罗是抵挡教会，是攻击教会。后来他信主以后，变成什么？变成保罗。亚伯拉罕后来改名字叫做亚伯拉罕，多国之父。所以圣经跟我们讲说很多这是个名声的道理。名声，一个人如果名声不好，宁可没有他的名字，宁可去掉名字，或者是改名字。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很多人用他的地位，用他的权势，用他的这个钱财，来要建立他的名声。这个是一个错误的观念，错误的观念。花很美丽，不在于它的外观，花的美丽在它能够吐出什么芬芳的味道，活出芬芳的生命。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一个人要显扬他自己的名声，那个人叫做押沙龙，押沙龙。他为着自己留名声，树立了一个碑，来叫人家纪念他。我们有一句话说：“碑不自立，名由人传；碑不主立，名由人来传。”所以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好的名声。你知道，在外国，如果你的名声啊歹去银行不借你钱，社会失去信用，我们基督徒更是要这个样子。第三，我们要有好的信仰，好的信仰。信仰是什么？信仰是什么？信仰是抽象的东西。雅各书说，有信心没有行为是什么？所以信仰是什么？信仰是行出来。我们有美好的脚迹行出来，那个不然是一个抽象的东西。我讲一个我实际的经验。有一次我去台北开会，都要坐飞机了，从台南坐飞机到松山机场，然后再转计程车到总会开会。那么有一次在松山机场坐计程车要到总会开会，坐那一部计程车，哇，心里面真是
起初很难过，后来好的收场。为什么？坐上去之后呢，那个计程车司机啊，放音乐给我听。他放什么音乐呢？放那个佛教念经的音乐。我就坐在旁边，听，哇，我心里面真的是很痛苦了。今天怎么坐到这个计程车呢？等一下我就告诉我先生，你有没有什么好的音乐放一下哦？有什么音乐？我说，比如说基督教的音乐啦，很好听。他听到基督教3个字就啪，这里就打那个车子，我生气起来了。他就大声讲出来：“你不讲基督教不生气，你这样子讲基督教我就生气了。”吓一跳，为什么这样呢？这忍下来，本来是要下车，不下车就一直在忧郁。后来我就忍下来，我到底要了解内幕是什么？我就说：“先生，我是基督教的牧师，对不起哈，对不起，我是基督教的牧师。”他看到我说：“你是基督教的牧师。”我说：“是的，安尼哈，不是啊，我要请问你，为什么你对基督教的印象这么差啊，这么不好？”他就告诉我了：“你都不晓得嘞，我住的那个房子啊，对面那一家就是基督教了。他每天在扫地的时候，把他家里的垃圾都扫到我们家里面来了。我虽然不是基督教，但是我扫地的时候，从他的家里的垃圾扫到我家里来了，就插在这里。我跟他讲了好几次，他都不听，都把那个垃圾扫到我的家。这个叫做什么基督教啊？所以他对基督教非常的反感。后来我就跟他解释：“先生，你不要生气，我代表他向你说一声对不起，因为基督教的道理是真，人是假。很多基督徒没有实践这个基督教的道理，所以让你有这种感受很不好，请你赦免他。但是呢，我跟你讲，好的基督徒也很多啦，可能你没有遇到而已啊。”我就跟他一直在讲，讲到最后，总会到了，我要下车，看到个车资200块，我就掏了200块给他。结果这位司机先生说：“不要，今天免费载你。”我说：“不行了，这样不好了。”我心里面想说：“没有给你，后来你就去到处讲说基督教的牧师没有给我钱，这个不行了，这个不好了。”我一直要给他，他说一直不要。都在那堵来堵去真的他不拿。他说：“我要谢谢你，今天你为我解了这个好多年以来我心里面的这一种痛苦，这一种对基督教的误解很深，我要谢谢你，所以今天我绝对不给你拿钱。”那怎么办？他说：“先生，为你祝福，我就要给祝福，祈祷，当然目睭无客气啦，我感觉怪怪，在你念什么话安尼？甲伊讲足侪好话，最后他很高兴，再见，拜拜，咻，我就走了。那么这个小故事，真的告诉我们说，基督徒真的没有好信仰，没有实践信仰，好像什么，就是有信心没有行为了。所以我们一定认为基督徒，你
一定要把你的这一种信仰表达出来，在你的同学当中，在我们的社区当中，来表达这种信仰。台湾有一种叫做盖棺论定，一个人去世了之后，大家都会讲好话，不管他怎么死了，好像最近那个高雄议长死了，人家都看他过去的生活怎么样，人家不讲好话，他怎么尽心做什么爱国怎么样，他一直讲。有一次在告别礼拜，这也是对这个故人讲好话，他的太太问说：“不是，你今天讲的是不是我先生啊？是不是我先生啊？我先生没有这么好呢，你讲的那么好。”哎呦，有时候我们做牧师有时候在告别礼拜真的有无话可说的时候，真的无话可说。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劝我们何事为美，就是要好信仰。12点快到了，最后一点就是要做好事，行善事。马可福音在14章第6节，玛利亚做了一件美的事，美的事。那个美叫做什么？叫做艺术之美。艺术之美就是无价之美。玛利亚知道耶稣在1个礼拜之后就要被钉死，大家都不知道，没有人体会，没有人了解。玛利亚她心中有这个感动，所以她把整瓶的这一种香油香膏打破，浇在耶稣的全身，让全室里面通通闻到那个香味。做好事好像撒种，你撒种下去，有一天就会收成。这时间关系，我可以讲很多的这种例子所以有一天就要收成。你做好事，好像启示录14章13节，有一天要带着你所做的去见上帝。我们所作所为，有一天要去见上帝，你到底做了什么？雅各书第14章16节，你若知道行善不去行，这就是你的罪。所以我们能够做一些善事好事，佛教徒叫做布施。布施有2种，一种叫做内布施，一种叫做外布施。内布施就是用我们好话帮助弟兄姐妹，当他在冷淡，当他在他遇到什么挫折的时候，我们鼓励他站起来，这种叫做内布施。外布施就是我们用我们的财物或我们的金钱实际去帮助人，这个叫做外布施。当然基督徒说我们要奉献做好事圣经如果你单单去查那个做善事，从头到尾圣经讲了不知道多少遍。最后我用一句话来跟大家分享：善念使人心宽，善言会为使人心软。真修，善行必得善报，心善最美。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何事为美？我把它归纳做4种：说好话，有好名声，有信仰，要行好事。如果我们的一生常常注意这4种美事，
那么你已经活出基督徒的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你常常注意这4种事，你可以成为一个完美的基督徒，来荣耀上帝。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在这里，在第2场的时候，我们分享何事为美。求你帮助我们常常注意我们4种美事，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从我们的生活来见证这些美，让大家听到祝福的话，让大家经验到好的信仰，让人家能够了解好的这个名誉，最后我们能够做好事来荣耀你。求主祝福每一位，祝福大家，祝福互相教会。我们在祷告祈求，靠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